点是西安的店，我要高丽了高不见，我刚刚不傻。树风不拉龙也不拉老家路也不拉毛毛都绕绕着眼多路松的绕绕着的，让你到我嘎多龙的越容易很多越紧张好，忙了越紧张。他是个秘密性，在左右都有我的魔力，哪能冷我黑？他咱是人都躲在里边搞一盘毛病，要不懂躲在前面等着鼓掌谁就得，他那早是累。在那边沟里了，有虐待我了，天喽！搞先生谁？先生们，我搞先生们，先生们，我要搞点啥？谁点的？我要搞点啥？你来的点的？我要搞点啥？他是个秘密性，在左右都有我的魔力，哪能冷我黑？他咱是人都躲在里边搞一盘毛病，要不懂我的前面等着鼓掌谁就得，他那早是累。用个花落，不能叫花累，他念谁？嘿，这是喊我落。上天要不要还有个宝典，不能搞，家里买这个啥不搞，还啥好歹，他都搞着送点点还点不上。把老虎都给了啥？搞先生谁？先生们，我搞先生们，先生们，我要搞点啥？谁点的？我要搞点啥？你来的点的？我。要点个谁让的？硬币到个背包搞给谁来？我哩个，我都被摸不了。你的你我估计要有我哩个，我都被找你狠。谁点的？我要搞点啥？你来的点的？我。你搞的 DNA。